马太福音第9章，耶稣坐船过河，转去家己的城。有人用床扛一个半身不遂的人来耶稣遐，伊看见因的信心，就对迄个半身不遂的人讲：“少年人，安心，你的罪赦免啦。”有几内经学教师心内想：这个人在亵渎上帝。耶稣知因的心思，就问因：是安怎恁心内有这款歹念头？对这个人讲，你的罪赦免啦，还是讲你起来行，倒一项较简单？不过我要互恁知，人子伫地上有赦罪的权柄。然后，伊对迄个半身不遂的人讲：起来，压你的床，转去恁兜。迄个人就起来，转去因兜。众人看到真着惊，归荣光给上帝，因为伊有将这款权柄赐予人。耶稣离开遐往头前行的时，看到一个人，名叫做马太，坐伫世关。耶稣甲伊讲：来缀我。伊就起来缀伊。耶稣伫马太的厝食饭的时，有真侪冒失的，甲侪人嘛来甲耶稣以及伊的门徒做伙食。法利赛派人看到，就对伊的门徒讲：是安怎？恁老师甲冒失的以及侪人做伙食饭？耶稣听到就讲：健康的无需要医生，破病的才有需要。恁去学习这句圣经的话，我爱怜悯，无爱祭米，因为我毋是来要招义人，是要招罪人。有一遍，约翰的门徒来见耶稣，对伊讲：阮甲法利赛派的人常常禁食，是安怎你的门徒无禁食？耶稣应讲：新郎要甲婚宴的人客做伙的时，人客减为哀伤，日子得要到，新郎会互人对因中间掠去，迄时因就会禁食。无人用无求水的布去补旧衫，因为补的迄块布会甲衫揪哩，颠倒破搁较大空。嘛无人用新酒入伫旧皮袋，那安尼皮袋会逼破，酒流出来，皮袋嘛破去。新酒应该入伫新皮袋，安尼两项就拢保全。耶稣对因讲这话的时，有一个会堂的主管来跪伫伊的面前，讲：我的查某囝拄啊死去，请你来甲伊换手，伊就会活起来。耶稣就起来，缀伊去，伊的门徒嘛去。拄迄时，有一个治着血流病12年久的妇人人，行活去耶稣的后面，摸伊3句的手，因为伊心内想：我敢若摸到伊衫，病就会好。耶稣活起来看伊，甲伊讲：查某囝，安心，你的信心互你好去啦。妇人人随时得到医好。耶稣来到会堂主管的厝，看到分达来的甲规大阵人拢拢滚，就甲因讲：恁拢出去，这个查某囡仔无死，是在困。因就甲伊踢笑。赶群众出去了后，耶稣入去查某囡仔的房间，牵伊的手，查某囡仔就起来。对安尼，这个消息传到迄地区的各所在。耶稣离开遐的时，有2个盲人缀伊去，因大声喊：大逼的囝林明远。耶稣入去厝内，盲人就惊活去。耶稣问因：恁信我会当甲恁做这个代志是无？因应讲：主啊，你话。然后耶稣望因的目睭，讲：照恁的信心，互恁实现。因的目睭就开，会看见。
耶稣严严吩咐因讲，千万毋通互人知即个代志。毋久因一个出去，煞将耶稣的代志传遍迄地区的逐所在。因出去的时，有人带一个互写信附身袂讲话的人来耶稣遐，写信一个互耶稣赶出去，迄个袂讲话的人就讲话。群众拢着惊，讲：伫以色列，阮毋捌看到即款代志。不过法利赛派的人讲，伊是靠鬼王咧赶鬼。耶稣行透周围所有的城市甲庄社，伫逐个会堂教示人，传天国的福音，医好逐款的症头甲病痛。伊看到遐大阵的人，就可怜因，因为因亲像羊无牧者，困苦无人照顾。耶稣就对伊的门徒讲：通修行的真多，做工的真少，所以恁着祈求管修行的主派工人去修行。